来大溪前，记得一定不要吃太饱，因为这里美食真的很多。话说，身为客家妹，当然是吃过各式各样的客家料理喽。但是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找一款回到童年的客家菜。到底什么菜能够带我回到童年呢？来自过传统办公厅按斗建成堂第一代，来到餐厅里面，坐在一片雕公公哎，一边吃饭，都带黑牛的一个感受哎。我想等一下我可以跟我对面跟我一起吃饭的人来比赛，看谁先夹到菜，真的太有趣了。等一下呢，就先来献一次俺好食嘅客家料理，跟我来俺对面的来比赛看呐。慢人雕公公哎，一边是东西夹最多。真的很难想象边吃饭边雕公公哎是怎么样的感觉，而且除了有这么星级的体验外，来这里当然不是只有这样了，品尝在地新鲜的好味道才是重点。主厨每道料理都保留了客家传统的味道，让我一边雕公公哎，不仅勾起童年的回忆，也能在料理当中寻找记忆里的客家咪。我眼前的菜色比荡秋千更吸引我，先来看看有什么菜好，老板一个一个帮我介绍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这一道菜就是梅干口了。哦，最爱吃了，有肥肉，而且你要还猪油搅拌的吗？对，猪油拌饭，哇，这入口即化，真的，马上就散开来了。这还贵州笋吗？贵州笋吗？这是贵州笋。这很道地。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客家菜。对。而且这是很挑选最嫩的，它的纤维比较细。那这当然就是经典啦，客家小炒。然后先不要包张原来你要小先煸炒过，对不对？对。银雕公公的金丝饭很浪漫，而且感觉可以放松心情，而且好像消化会更顺畅一点。对。银雕公公的金丝饭不但能够吃出新的创意，更在传统的客家美食当中看见了新意。